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老师摕科技海绵来清洁，一个查囡仔面刷来发红。这个婆婆妈妈真爱用的科技海绵，撸垃圾真有效，但是千万唔通摕来撸人体哦。针对一间幼稚园，一个小妹妹面去搞到彩色笔，老师竟然就用这个科技海绵帮伊撸、帮伊洗。 结果是愈甲规个面反红反肿，妈妈甲幼稚园因为背上的问题咧超袂好势。医生讲，这个科技海绵的纤维又搁来，若是甲皮肤当作铜鼎来撸，是会造成真侪细孔的空脆。 面顶挂抹药膏，但是还阁看会出来红红肿肿。6岁妹妹伫幼稚园捡其他的囡仔用彩色笔画个面，老师用科技的海绵来洗，刷洗出问题。那时候这样擦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脸很痛？有。已经过1个月啊，面顶挂还阁会当看到痕迹。妈妈足唔甘的，和幼稚园这方面冤家，去互幼稚园控告，名誉损失。今天是你自己的孩子，我说你会用这种方式去擦洗吗？ 进前无共通知，就甲妹妹放伫学校的物件，全部都等你门口口，而且佮寄尊敬信函，爱妹妹退学。幼稚园讲双方无法和解，家长这边是讲要甲幼稚园讨补偿费。 就开口就是要3万6，园长就跟他说，这个3万6你也要有凭有据才给钱呐、另外一方面，医师嘛提醒讲，科技的海绵千万唔通用来清洁皮肤，尤其是面。 因为它那个纤维很细，当用在皮肤上，我把它皮肤当作锅子来刷的话，那当然会造成很多微细的小伤口。科技的海绵有3聚氰胺和酒精这成分，摸起来软软，但是唔通用来洗身躯，嘛莫用来洗餐具，啊无可能有残留，食落巴肚内底就唔好啊。